经典时刻，经典就是流行，经典时刻与您分享精彩的每一刻。我是你的 DJ 费平。好，今天在我们的经典时刻当中，哇塞，真的是太难得了！这绝对是香港流行史上呢含金量最高，也是让人呢眼泛泪光的这个短视频哦。为什么呢？1987到1988年呢，梅艳芳创下了当时纪录的28场百变梅艳芳再展光华演唱会。这不仅是梅姐演艺生涯的巅峰，也展现了她在演艺圈呢好人缘啦。所以呢，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看了这一段，不是在官方发行的这个video 当中所看到的画面，这个是只有在现场最后一场的时候才能看到的哦。这个呢是他台下所有的好朋友们在梅艳芳的演唱会要结束前被梅艳芳叫到台上来，有谁呢？来听我们有谭咏麟、陈百强，哇，许冠杰，香港流行乐上3大神级人物同台，还有梅艳芳一生挚友，包含了陈洁灵，还有他的徒弟曹猛3位，还有呢就是泰迪罗宾、曾志伟跟陈友啊，哇，真的是怎么样，巨星云集啊！所有的人站到台上来，跟梅艳芳还有台上所有的这些好朋友们一起合唱了谭咏麟的这首歌曲，就是《朋友》。可见梅艳芳的这个人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你准备好了没有？没有收录在官方的画面哦。87年到88年，梅艳芳在展光华演唱会当中，所有的好朋友们一起上台演唱这首好听的歌曲《朋友》。经典时刻，準備好了嗎？開始咯！嗱，譚校長，點樣啊？哇，等你嚟賓話，幾好啊，幾好啊，冇事啊。咩幾好？係幾好啊！我精神幾好啊！幾好，幾好，28場過後都冇乜事咯。冇咩變化係嘛？冇乜變動，哇！喂，係你做得出嘅啫，係你做得出咋？就算係我哋都用個咪啊嘛，唔得啊！鬼你！喂，咁嗱，上晒嚟啦，咁我哋不如合唱一首歌好唔好啊？合唱咩歌啊？合唱一隻歌就全世界人都識唱嘅。你話呢度我諗大部分人都識唱噶啦，你嘅歌咯。咩歌啫？地球大合唱啊！哎呀，阿陳潔玲想講嘢講咩？梗係朋友啦，係咪咧？係咧，我哋呢班朋友上嚟，梗係唱朋友啦，係咪？朋友，喂，你帶頭啊！你嘅歌嚟嘅。阿 Sam，唔係啫，出嚟。點解唔敢我哋行中咁多人間？企住，我哋驚會冧，係得你咁樣可以，你係主人家，係你企喺中間，係我哋圍住你唱。成個蛋糕咁圍住你企喺中間。唱，咁你啊好似唔係一個蛋糕中間有啲蠟燭轉，啱嘅。我哋咁樣啦，一係玩咩？玩掉手巾咁啦，係啦。嗱，邊個轉咗邊個就分俾佢啦，分咗呢件俾佢曳嘢，咁都可以玩一齊。大家一齊唱好嘛？繁星流動和你重路，從不相識開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摯待人。人生如夢，談有如無，難得知心幾經風暴，為着我不退半步，定是你。遙遙晚空，點點星光，息息相關，你我哪怕荊棘鋪滿路，替我解開心中的孤單，是誰明白我？情同兩手，一起開心，一起悲傷，彼此分擔，總不分我或你。你為了我，我為了你，共赴患難絕望裏，緊握你手，朋友。恭喜晒！多謝晒，多謝晒阿女，多謝。我哋可唔可以行個圈呢？即係有啲觀眾睇唔到你哋個樣，好嘛？我負責帶隊，喺呢度行先，好冇？喺度啊！嗱，有啲同啲朋友。
成隊兵㗎啦。你唔好行得落去喎。星流動和你同路，從不相識開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摯待人。人生如夢，朋友如霧，難得知心幾經風暴，為讓我匹去半步，正是你。